2026年1月30日，多倫多最近呢幾日凍到甩肺。如果懷疑自己或者身邊嘅人凍傷咗，處理嗰陣一定要快得嚟，又要溫柔，因為凍傷咗嘅組織好脆弱。你可以跟住以下呢幾個步驟去做：一、立即尋找遮蔽處，盡快入去暖嘅室內或者車入面，換走所有濕咗嘅衫襪，用乾燥嘅毛巾或者被鋪包住身體。二、溫和回溫，最關鍵一步，用暖水浸泡，將受影響嘅部位，通常係手或腳，浸喺40度至42度嘅暖水入面。提示：如果冇溫度計，用手肘試水溫，覺得舒服嘅暖就得，千祈唔好用熱水，因為凍傷咗嘅地方會失去知覺，好容易會燙傷都唔知。持續浸泡，大約浸20至30分鐘，直到皮膚變返柔軟，而且感覺恢復正常。三、絕對唔好做嘅事，禁忌：唔好搓油，千祈唔好用手去燙受傷嘅部位，亦唔好用雪去摩擦，凍傷部位可能有冰晶。摩擦會直接切斷組織細胞，唔好用直接熱源，唔好用暖爐、電風筒或暖手寶直接接觸凍傷皮膚，因為好易造成深度燙傷。未確保溫暖前唔好解凍。如果你仲喺戶外，而回溫之後可能會再次被凍返，咁就暫時唔好進行回溫，因為溶咗再凍過，對細胞嘅傷害係最大嘅。四、回溫後嘅處理。回溫過程通常會好痛，甚至有灼熱感，呢個係正常現象。如果皮膚出現水泡、變黑或者持續麻痹冇感覺，就代表傷得好深，一定要立即去急診室 ER 或者睇醫生。多倫多緊急求助資訊：如果你喺多倫多街頭見到有人需要幫助，或者你自己需要避寒中心資訊，打311，查詢最近嘅避寒中心地點同空位，打911。如果見到有人昏迷、神志不清、失溫症止狀或嚴重凍傷，